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8月20，咱做伙读耶利米书第31章到第33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31章。到迄时，我要做以色列各种族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子民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安尼讲：脱离刀剑存落来的子民，伫旷野得到恩惠。以色列找到安息的所在。上主对古早就对因表明：我用不变的疼疼你，我要永远用慈爱对待你。所疼的以色列啊，我要甲你顶见，你就通搁摕玲珑鼓出去，甲欢喜快乐的人做伙跳舞。你会搁伫撒玛利亚的山顶栽种葡萄，栽种的人会当享受果子。到有一日，守望的人一定会伫以法莲的山顶发讲：起来，咱来去锡安朝见上主，咱的上帝。上主阁讲：为着哪国欢喜唱歌，为上伟大的国家欢呼，着传报，着称赞，讲。上主已经解救伊的子民，解救以色列存落来的人。看咧，我要对北方带因倒来，对天边海角将因调集过来。失明的、骹歹的、怀孕的、特别生产的，拢规大阵同齐倒来，因沿路靠倒来。我要安慰因，带因顺溪水边行。行平坦的路袂跋倒。我是以色列的爸，以法莲是我的大囝。列国啊，着听上主的话，着伫真远的海岛宣扬，讲赶线以色列迄位要调集伊，要看顾伊亲像牧者顾守羊群。我上主已经救赎雅各，解救伊脱离比伊较强的人的手头。因要来锡安悬的所在欢呼，为了上主所赐的好物欢头喜面，因为上主赐因五国新酒甲新油，阁有羊羔甲细只牛仔，因要亲像有水灌压的园，袂阁忧苦。迄时查某囡仔要欢喜跳舞，少年人甲老人做伙快乐。我要互因的悲伤变做欢喜，要安慰因，互因有喜乐代替悲哀。我要用油力互祭司巴祝，我的子民要因为我的恩惠心满意足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伫拉玛有听到悲伤哀哭的声，律吉为着伊的囝儿哀哭，毋愿受安慰。因为因拢无去啦。上主阁讲，毋通阁出声哀哭，毋免阁流目屎。你的劳苦一定会得到报赏，因一定会对得的土地倒来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你的将来充满希望，你的囝儿一定会倒来因家己的乡土。上主安尼宣布。我清楚听到以法莲人为着家己在怨叹，阮亲像还未受训练的青牛仔，你甲阮管教，阮就接受；求你带阮倒转来，阮就悔改归向你，因为你是上主，阮的上帝。阮一个背叛你就后悔，受你管教，阮就对心肝。阮因为少年的时受的侮辱，无面通见人。以法莲人兼毋是我疼的囝。这毋是我意爱的囡仔，我逐遍责备伊，有缘深深思念伊。我为着伊牵肠挂肚，我一定怜悯伊。上主安尼宣布：你着为家己设指路牌，为家己踩引路条，着留心注意你行过的大路。顺迄条路倒转来，这些路以色列啦，你着倒来你家己的城镇，恶业的
查某囝，你世界流浪要到伫时，上主已经伫即个地上创造一件新的事，就是查某人要保护查甫人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我互受掠的子民倒来的时，因伫犹大土地甲城镇话过安尼讲：公义的厝，圣的山啊，愿上主祝福你。做事人甲各样的人，拢会做伙住伫犹大逐个城镇。野生的人，我互因元气；忧苦的人，我互因满足。安尼，我困醒，发现我真好困。上主讲，日子都要到，我要互以色列家甲犹大家人口加添，精神兴旺。我以前留心看因，甲因拔出、拆毁、破坏、推翻、甲伤害。以后我要搁留心看因，甲因顶建再正。上主安尼宣布。迄时人袂阁讲，老爸食酸葡萄，囝的喙齿酸软。但食酸葡萄的，家己的喙齿袂酸软。逐个人会因为家己的罪死。上主讲，看咧，日子都要到，我要甲以色列家甲犹大家立新的约。这个约甲我以前甲因的祖先所立的约无共款。迄个约是我牵因祖先的手，对埃及甲因带出来的时，甲因立的约。我虽然做因的丈夫，毋过因破坏迄个约。上主安尼宣告。遐个日子以后，我甲全体以色列人所要立的约是安尼：我要将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内，刻伫因的心板。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子民。上帝安尼宣布，因毋免阁教导家己的厝边甲同胞讲，恁着认捌上主，因为因对大到细，拢会认捌我。我要赦免因的罪过，甲因的罪放袂记得。上主安尼宣布，上主互日头伫日时发光，互月亮甲星辰照定律。照光暗暝，伊搅纳大海，互海水举大涌。伊的称呼是上主万军的统帅。伊安尼讲：自然界的定律，若会对我的面前废止，我的子民以色列才会伫我的面前断绝。永远袂阁成做国家，上主安尼宣布。天若会测量直，地的根基若会探测直，我才会因为以色列的后代的所做，甲因气杀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，遐日子真正会来，耶路撒冷即座城会阁修建，归互上主。对哈南亚楼到甲门，测量的数要伸出去到加略山，西起高压，经过大死人并粪扫的山谷，到吉伦溪谷，直到东边美门的我角迄片的土地，拢要圣化归上主，永远袂阁受拔出、受破坏。第32章，犹大王西底家第10年，就是尼布甲尼撒统治巴比伦第18年。上主对耶利米讲话，迄时巴比伦的军队包围耶路撒冷，先知耶利米互人关伫犹大王宫的监狱。犹大王西底家甲先知耶利米关伫，问伊讲：你是安怎预言上主安尼讲？我要将这个城交予巴比伦王，伊会攻占这个城。犹大王西底家一定脱袂开巴比伦人的手，为何巴比伦王当面审问？巴比伦王会甲西底家掠去巴比伦，
甲伊留伫遐，到我甲伊灌顾的时，上主阁讲：恁甲巴比伦人交战一定袂赢。耶利米讲，上主甲我讲：你的阿叔沙龙的囝哈拿末回来你遮，甲你讲，请你甲我伫阿拿突迄捆园买倒去，因为你是我的至亲，有权力赎回。阮阿叔的囝哈拿末果然来找我，甲我讲，请你甲我买我伫便雅悯地区阿拿突迄捆园，因为你有继承的优先权，请你买。我就知上主确实有甲我讲话，我就用193公克的银，甲我的这八兄弟哈拿末买迄捆园。我伫契约书签名放起来，请人来做证人，请银互哈拿末。我照法律的规定，将封捌甲无封捌的买卖契约书，当我的这八兄弟哈拿末签名的证人，甲伫加甲内的犹太人面前交互马西亚的孙尼尼亚的囝巴约。我伫因的面前交代巴约讲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将封捌甲无封捌的契约书拢收点灰器内面，长期保存。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上帝讲，将来人会搁伫即个地买卖厝体、田园甲葡萄园。我将买卖的契约书交互尼尼亚的囝巴约了后，就对上主祈祷讲：啊，至高的上主，你有用权能甲大气力的手创造天地，无一项事你做袂到。你用慈爱对待千万人，毋过照许大人的罪甲因的后代报应。你是至大全能的上帝，你的称呼是上主万军的统帅。你的计划伟大，做代志有气力。你注意在看世间人的行为，照逐个人的所做甲因报应。你伫埃及行生业技术到今仔日，搁伫以色列人甲世间人的中间安尼在做，互你家己伫今仔日有名声。你行生业技术，用权能的手，有气力的手骨，甲大搁通行的事，带你的子民以色列出埃及，将你对因列祖宣誓应允，要互因留恁甲密的地赐互因。因一个入来占领这个土地，煞无听探你的话，无遵行你的律法，你命令因着施行的，因拢无做，所以你互因拄着这个灾难。但对着已经逼我来，企图对要攻取这个城，这个城嘛因为战乱、饥荒、瘟疫，陷落伫来攻击伊的巴比伦人的手。上主，你讲的已经实现，你嘛已经看到，至悬的上主，这个城已经交互巴比伦人。毋过，你竟然叫我伫用银买田园，搁请人作证。上主就对耶利米讲：我是上主，是全人类的上帝，兼有甚物事我做袂到。我要将这个城交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甲伊的军队，伊要攻占这个城，攻取这个城的巴比伦军队会入来放火烧城，嘛将伫厝顶甲巴力烧香，甲外邦的神明献奠酒祭。了我想起遐个人的厝全部烧了了。以色列人甲犹太人对少年的时，就一直做我看做歹，叫我生气的事。上主安尼宣告：这座城对起造的时到今仔日，不时叫我发大生气，所以我要对我的面前甲伊消灭。
因为以色列人甲犹太人，包括因的君王、官员、祭司、先知、耶路撒冷的住民以及犹太人民，拢做潲的事惹我生气。因较只偏远我，无要正面看我。我虽然一遍搁一遍教示因，毋过因拢无要听谈，毋受管教。等到将可恶的偶像踩伫为着敬拜我来起的圣殿内面，甲即间圣殿拍拉山，因伫金轮珠山谷去拜巴力的山头段，伫遐献后生查某囝互摩洛。这个代志我拢毋捌叫因做，我连想嘛毋捌想过，因竟然做这个可恶的事，互犹大陷落做。上主以色列上帝安尼讲：那关系恁在讲，因为战乱、饥荒、瘟疫，陷落伫巴比伦王的手的这个城，我要将伊的子民对我伫愤怒、大受气中，甲因流放去的列国聚集起来，带倒来这块土地，互因伫遮安居乐业。因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因的上帝。我要互因有同一个心志，行同条道路，永远敬畏我，互因甲因的子孙享受福气。我要甲因立永远的约，无要搁放杀因。我要赐因福气，互因专心敬畏我，袂搁越走离开我。我要欢喜施恩互因，真诚、真心真意，甲因栽种伫这块土地。上主佮讲，我安怎甲这一切的大灾的降落互这的人民，嘛要亲像安尼将我应允要互因的大福气拢赐互因。恁所讲这个已经交互巴比伦人变做荒坡，无人嘛无精神的所在，会阁有人来买卖田园。伫便雅悯地区、耶路撒冷周围，以及伫犹大山地、山坡、尼吉夫的城镇，人要用银买卖土地。伫克罗斯签名，甲克罗斯号码，请人做证。我要甲受掠的人带倒来，上主安尼宣布。第33章。耶利米要互人管理家家的时，上主第二遍对伊讲话，迄位创造大地，互伊成形，互伊坚固的上主安尼讲：你求我，我就应你，要将你毋知伟大的奥秘的事指示你。针对城内遐个为着要阻挡对着造土堆，用刀剑攻城所拆毁的厝，甲犹大君王的宫殿，我上主以色列上帝安尼讲：恁甲巴比伦人交战的时，因要将我伫愤怒甲大生气中害死的人的身尸堆满这个厝，因为恁罪恶灌满，我已经放杀这个城。毋过，我要互这个城复原，要医治城内的人，互因的空喙、生肉、隔皮，互因充分享受和平安全。我要甲受掠的犹大人甲以色列人带倒来，重建因的家园。我要甲因得罪我的罪洗清去，佮赦免因所有背叛我的罪，因为我的缘故，这个城伫地上万国中会得到欢喜、颂赞甲尊荣。为着安尼来出名，列国要因为听到我赐予这个城的人欢迎甲福气，拢敬畏我。上主安尼讲：你拢讲这块土地是荒坡，无人住，无精神的地。毋过，拍远无人住、无人影、无精神的犹大城镇，甲耶路撒冷的街路，会阁听到欢喜快乐的声、欢乐喜庆的声，
佮听到人带祭物来到上主的圣殿，感谢的声，讲：着感谢上主万军的统帅，因为上主至神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我要带因对受掠的地倒来，互因恢复早前的盛况。上主安尼宣布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这个拍远无人影、无精神的所在，遐所有的城镇，为各有牧者的草场，互羊倒伫遐休困。山地、山坡、尼格夫、便雅悯地区、耶路撒冷周围以及犹大的城镇，为各有人点算对因手的经过的羊群。上主安尼宣布：上主讲，时日得要到，我对以色列人甲犹大人永远的祝福拢要实现。伫遐时日，我要互大卫的世系发一支公义的旗，伊要伫这个土地实行公平甲正义，因为伊的执政，犹大要得到解救，耶路撒冷会当安居乐业，人会甲伊叫做上主是阮的公义，因为上主安尼讲，大卫的后代继续会有人统治以色列，利未之族一定会有祭司继续献烧化祭甲素祭，烧祭物互使我，办理献祭的事。上主对耶利米讲：我上主安尼讲，恁若会当废除我甲日时、米时定的约，互因无照所定的时间运转，才会当甲我甲我仆人大卫立的约宣告无效，互伊无后代坐王位，嘛才会当甲我甲服侍我的利未人祭司所立的约宣告无效。我要互我的仆人大卫的后代甲服侍我的利未人加添，亲像天顶的星袂算得，亲像海边的沙袂量得。上主阁甲耶利米讲，这人民讲，上主所竞选两个族，伊拢甲因放杀啦。你有听到无？因安尼讲，是看轻我的子民，无阁甲因看做一个国家。我上主安尼宣布，我若无甲日时、米时定约，无甲天地定律，我才会甲哪国甲我的仆人大卫的子孙气杀，无要对大卫的子孙选立人统治亚伯拉罕、以撒、哪国的后代。我要任命因，互遐流亡的人倒转来。咱今仔日圣经节伫耶利米书第31章到第33章。